这几天，不管立法院准备要三读通过选罢法等争议法案的民众伫公民团体的小招，搁在立法院外口来表达抗议。伊是要求国民党的总调鲍坤基落台，退回恶法。现场上线状况，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 是主播记者目前人就伫咧立法院外口最南路的舞台头前。虽然讲即马有到一寡雨，但是现场也是有超过7000人的民众来参与公民团体所发起的青鸟集会，就是因为今仔日的立法院要来排审选罢法，也搁有在违法、和宪法、诉讼法等等的争议法案哦。其中伫咧选罢法这部分咧，立法已经通过选罢法其中几个修正条文，未来民众要参与罢免连署单甲身份证资料。 公民团体认为讲，安尼未来民众愿意参与罢免连署的，唔但会减少，而且安尼嘛会造成讲，无论支持什么政党的民众，要来罢免无适任政治人物的条件，嘛会变甲愈来愈困难。伊认为这对民主伤害是一个真大的伤害。罢免法其实是咱人民甲政党，这政党是无分朝野，也就是讲大家拢有这个权利。未来嘛有可能民进党的表现无好啊，歹势，你哪样的朋友你都无工具来做一寡代志。 发起青鸟集会的公民团体哦，因嘛伫今仔日提出5大项诉求，包括退回3大争议法案。另外嘛，希望讲立法院内底着爱遵守民主定序。另外，因嘛呼吁赖清德总统着爱出面来协调。以上是记者卢尚祖和柯斌杰伫咧立法院外口的连线报道，再来甲时间交互主播。